新型的电池啊，有 USB 的嘞，18650电池。收讯。新型带有 USB 接头，18650电池。LED 手电筒必备啊。这个有转接头，能不能接到那个手机啊？换个转接头，大转小，能不能接到手机啊？要看电力啊。它有 USB 插孔，就像手机充电一样，只要 USB， 你看可以充电的电池。跟那个手机充电的电源充电器线也可以共用吗？自带 USB 的插头了。新型3号电池，自带 USB 插头了。分有头跟无头的，加一个小磁铁就一样了。要 USB 插座才能充电呢。电池容量大了几倍了呀！1年前就这样了。